会见啦！红牛hen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做上桥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安佳姬，你怎么了？梦样的啦！安佳姬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哈，人讲梦样的就梦样的啦！那你的头为什么要用卫生纸包起来啊？哈，梦闷的啦，在讲闷，还免问人讲。安佳姬，你跟我说嘛，说嘛。哎呀，也很秘密，抢油，我去甲长地的秘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哈喽，安佳姬，谁过诶？哎呦，谁过诶？安佳姬个头呢？安佳姬都不跟我讲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可以了，头球，冲嘛干？球木乃伊，头好唔过真奇头好笑，谁估人够错嘛？我笑的啦！唔过真奇头好笑，谁估人唔够错嘛？莫再讲笑的啦，再讲笑还最欠的呀！安佳姬要生气嘞。好啦，莫笑就莫笑，爱用出去。唔过安佳姬下面总嘛有卫生纸包起来呢。秘密。错，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。秘密就这么在讲啊？哈，就人讲系秘密嘞，还问？谁过啊？安佳姬乖乖嘞。嘿呀，包的好像木乃伊，好笑哦。莫笑，再个笑哦。给我看。台姑谁姑你们在做什么啊？谁屌你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安佳姬变成木乃伊哦。而且安佳姬有秘密不告诉我们呢。秘密，我最喜欢知道别人的秘密了。给，得了，想办法。打开安佳姬的秘密。咕，是个最厉害嘅英雄，是不去见人嘞？冇掉啦！别跑你，夹到我了太路。最勇敢嘅几小年，一天不完成廿个任务。我有办法，扣廿个，廿个滚，
哦，愛妹啦，冇見啦。好，來揾下嘅。冇見。來，三條南魔水。anh chàng gì? Nhà cái theo nào kim bảo蛋没懂耶哈？是啊，你要不要让它透透气，呼吸一下呢？还有吗？崩啊！哎呀，还做得些东西耶！啊，当然做得啦，崩啊！哎呦好诶！老外讲，人嘅边咩？你讲做强生？张妹啦！当然，安祥记，把秘密告诉我们，这只宝秀就送给你哦。爱莫爱，暗强记，只要你跟我们讲，这些通通送给你。真的？一旦莫再講門咧，再講門我就會見你呀！好。爱强记，很热咯，热到我都出汗嘞，像係一種非常之。哎呀！安祥记，拿很多牛皮耶，卫生紙借我一張。暗强记，厕所没有卫生纸啊，我想，你天呢？是的，他很生气耶。生氣一半點呢。咕咕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 Super Chicken 人咧。冇掉啦！別討厭，搞到我太苦。最勇敢嘅幾層面，一天不完成日嘅任務。咦？我有辦法，靠牙嘅。咦？牙嘅本。哦，愛妹啊！冇見啦！好，來揾下嘅。冇見。來，三條南魔水。可以。安祥記，冇叫啦。錯噶，安強記，老外都講，人嘅面又會變到一樣啊！因為我初半日塗色，是痛到反頭的，過敏就變到安尼耶！安強記，唔好用手做面，安樣唔會好啊！抽。暗强记，那你有没有去看醫生呢？有啊。冇叫啦，
看医生就会好了嘛。这就好，莫惊，有本医生看就会好啊。唔过，我爱用就没亲讲的按讲记也呀。小鬼，做嘛个？拿墨镜出来啊！拿墨镜做什么？哎呦，压下手枪墨镜，当做题本记，欢喜。冇啦！哎呦，快拿出来啦！墨镜，万年黑世界亲讲给给嘛？在我们4个里面，按奖记黑亲奖给给嘛？唔讲嘛噶？头 and 西沙底杯，唔讲嘛噶呀？按奖记黑给口底杯，亲奖给给嘛？给同爱讲。哟，师姑，你用半音，你不爱么？对，我生气了。師姑，唔好博眼，喺重彈通幽邊頭好麼？好啊。嚟，嘴嘟嘟埋條褲，嘴扁扁埋腰眼，嘴煙煙埋扮煙，嘴冲冲埋豬葱。哇，薛奇哥哥，你係乜嘅意思啊？師姑，你求你一重埋計，嘴嘟嘟。天呢？嘴扁扁，叫，嘴冲冲，笑，嘴煙煙，哈哈哈哈！你睇笑，臭毛啊！師姑，你安靜哦，所以唔好嘴嘟嘟誒，我多笑同定影下。也給行好教哦，行100按獎金嘅，我冇了幾講哦。嘴嘟嘟，賣豆腐，嘴扁扁，賣牛眼，嘴圓圓，賣半夜，嘴長長，賣豬腸。哇，師姑，你安強啲麼？你強下女床好嗎？好啊。好，來啊！嘴嘟嘟埋條褲，嘴扁扁，賣牛眼，嘴煙煙埋扮煙。嘴長長，賣豬腸。耶！薛奇哥哥，我真的太喜歡你了。安姑，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牽條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和你在飛啦。感謝收看。